明，財進群英會。咁阿 Paul 喺新聞前呢，我都聽你對譬如公共理財啊、香港嘅稅制啊，都有一定嘅睇法啦。咁又有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啦，就係話當真係如果你入咗局，成為咗立法會裏邊1/60咁你嘅性格中意啲嘢 control 喺自己手上話到事啊。咁但係講真啦，1/60能夠發揮到嘅能量有幾多呢？咁即使你有一套見解，有時都可能未必攞到全部嘅和應嘅喎。你都講得啱嘅 Alice， 不過咧又唔好睇小呢個力量。咁啊，點解咁講咧？就係即係我希望第日如果有朝一日有咁嘅機會咧，可以俾大家睇得到咧。其實我哋個議會裏面咧，需要有啲咩人咧？需要有一定專業水平，而又有獨立思考、獨立嘅立場，就唔會話各走極端、堅持己見。咁咧就喺每件事上面咧，以事論事，嚟到大家去辯論，嚟到尋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，幫個社會向前邁進咯。但係往往有時問題就未必有個絕對嘅答案。嗱，我舉個例，可能下一屆嘅立法會佢面對嘅 issue， 譬如醫療融資咁先算啦。雖然即使而家話已經諮詢完啦，有一個泡沫，咁但係當要即係問市民攞錢或者佢供款，即使你講到之後邊嗰橛係幾咁為你提供保障都好啦，呢樣嘢係難行嘅。即係好多年前嘅強積金，你都見都唔係話一朝一日係搞得掂啦。咁即係呢一類咁樣嘅話題，你如果係你自己睇，點樣可以成就到呢？譬如醫療融資咧，其實成份諮詢文件我自己都論咗幾次。其實咧應該咁睇咧，就嗰個係一個醫療改革嚟嘅，融資咧只係一部分。而家政府咁嘅講法咧，有多少捆綁式嘅？我就覺得咧，其實咧喺中間嘅過程裏面咧，其實應該退翻一步咧，就係個醫療改革裏面咧，我哋要考慮下，譬如佢所講嘅基層醫療嗰方面咧，其實如果個基層醫療改革做得好，我哋第日咧入院住院嘅人同埋需要醫院服務咧少啲嘅。另外一方面咧，就醫管局有啲歷史遺留落嚟嘅問題嘅，就係譬如裡面有一部分嘅人員，因為早期成立嘅時候咧，俾佢哋嘅工資好高嘅。譬如裏邊咧有一部分嘅開支咧，就係政府公務員睇病住院嗰啲開支嚟嘅。咁變咗咧，你要說服個公眾咧，就係我要去俾錢而俾一紮嘢咧，我唔係咁睇得通嘅咧，好艱難嘅。咁係咪應該政府咧就退一步咧，就話我哋講緊，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挑戰，我哋要面對嘅，係咪應該攞一啲錢出嚟搞好嗰個基層嗰個醫療改革，令到個市民睇得到，係你有實績喎，啲嘢咁樣係掂喎，然之後再行第二步咧，我相信大家個信心就會大啲啦。而家咧有好多時咧，大家對政府推出嚟嘅嘢其實有抱好大懷疑嘅。咁呢個嚟講咧，就對於政府嘅施政咧，其實係增添咗一啲難度啊！咁呢樣有互相嘅，咁又都以前試過有啲事例咧，係令人哋覺得，咦嗰樣嘢好似唔係好妥當咁。冇錯。亦都曾經係因為咁咧而過唔到嘅嚇。咁所以咧，我諗更加重要咧，就係大家譬如尤其是喺議會裏面啲朋友咧，就係一個專業冷靜、實事求是嘅態度咧，去分析一樣嘢。然之後睇下點樣可以將嗰樣嘢推行，就算嗰樣嘢未必推行到咧，睇下個問題症結喺邊度，係咪咧可以將佢一個複雜綁埋一齊嘅嘢咧，將佢拆翻開，逐步嚟做，令到大家咧就做得嚟咧，一來摸住石頭過河有信心啲，二來咧就個互信可以慢慢建立到啦。嗱，咁有時就係睇下強勢同弱勢啦。咁有時政府就處於弱勢嘅時候咧，就難免咧係捱打啲。咁你正話提及咧，就話叫政府喺醫療嗰個基本嗰度做咗功夫，或者投放錢咧去理順咗個 part。咁但係喺醫療融資裏邊咧，都已經有500億嗰個叫做即係啟動基金啊咁樣。咁嗰筆又算唔算咧？或者呢一個數目夠唔夠咧？嗱，如果要改革個基層個醫療建設嗰樣嘢咧 ，Family Doctor 嗰啲咧，唔使用到500億嘅，我就覺得咧喺個500億裏面，其實你攞100幾十億出嚟咧，做到呢樣嘢㗎啦。咁咧就行咗嗰步咧，有個結果大家睇得到咧，而且嗰個時間咧講緊咧，好可能係3年之間應該睇到實績嘅。咁我會覺得咁樣行就會好啲啦。咁
即係個 roadmap so far 係唔夠清楚啫。其實個方向係啱，你意思係咁？就個方向啱得嚟咧，其實好多時咧，你知我哋做專業咧，成日都話個 devil 就喺個 detail 嗰度。就係如果實際要去執行，除咗個 roadmap 之外，你其他啲嘢唔得令人哋信服睇得通咧，你好難叫人跟你嘅。譬如而家6個方案係咪應該喺6個裡面揀一個咧？又未必嘅喎。嗱，譬如我都自己寫過篇短文批評過，財政司司長公布財政預算案嘅時候，你就用一套經濟增長嘅測算數字，嗰套數字咧同醫療融資嘅文件又唔配合嘅，我信邊個呢？第一，第二咧就係醫療融資同社會其他嘅事項又唔可以撈埋一齊嘅。呢頭你又減稅，譬如我哋話薪俸稅標準稅率減1%，利得稅稅率減1%，為咗要解決醫療融資，假設我呢兩樣嘢都唔減，再調翻我頭先講嗰組數字，中間個差距呢，就唔似得政府個諮詢文件咁大嘅喎。如果係咁嘅時候呢，我係市民我都話：喂，咁有冇需要搞咁多嘢啊？係咪需要咁複雜啊？尤其是成個諮詢文件裡面講緊呢，就負擔最重可能就係啲中產打工人士喎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喺呢個醫療融資呢件事上面呢，係應該將佢分開嚟睇，咁咧大家會比較上放心啲咯。咁啊，呢個要靠日後啊，即係立法會啊，或者係其他相關團體咧，即係點樣將呢件事咧，真係整到佢出嚟係討好啲同埋易明啲啦。如果唔係，我都有啲擔心。同埋大家覺得實在啲，因為而家目前係咁嘅時候咧，你要人支持咧，我都唔會支持。咁阿 Paul 啊，咁你本身就係法援局嘅主席啊，咁其實又唔可以一場嚟到又唔講翻你法援局嘅嘢，我都想你 update 下大家咧，你都差唔多做咗2年嚇，呢2年嚟咧有咩進展咧？有咩係同我哋社會民生角度比較相關嘅嘢咧，係可以提供下？嗱，一個咧就係 Alice， 你知道申請法援咧要通過個資產審查嘅，咁咧我哋就見到咧有啲老人家。老實講，做咗幾廿年嘢，你話佢儲唔到10幾20萬呢，就假嘅，即係棺材本都有啦。咁如果你話超過呢個數就唔俾佢申請法援呢，可能對於啲老人家就未必係好公道嘅。即係你想將個資產上限變更？係啦，對於啲老人家呢，我覺得呢方面係值得考慮，亦都向呢個有關當局都反映咗嘅。咁另外一方面呢，我哋成立咗一個工作小組。就研究緊咧法援呢一個服務咧，係咪應該從政府裏面獨立出嚟？咁你都記得舊年嘅時候咧，社會上有一啲討論嘅。世界上其他嘅國家咧，其實大家做法都好唔同。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小組研究緊，似乎個大方向咧都係應該將法援服務係獨立，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又要考慮其他好多因素啊，譬如將法援獨立，咁嗰個法援開支你是否需要設個上限呢？咁如果唔設一個上限，獨立咗之後，係咪即係俾咗一條唔封頂嘅鎖匙人哋去攞錢嚟到用呢？咁呢個係一個考慮。另外一個呢，就係法援局裏邊有一班同事嘅，嗰度都好幾百個律師咁。如果係要獨立出嚟，咁點樣處理呢？會唔會重蹈以前譬如醫管局啊其他嘅做法嘅後遺症呢？咁我哋相信呢，去到今年第3季呢，應該就有個報告出嚟嘅，就會有個決定。有個決定出嚟嘅，我哋個研究。咁條數計通咗未呢？條數計起嚟呢，你話就咁拆出嚟好大數又唔講得，即係以香港今日嘅財政呢，我諗都支持得到。反而係日後運作嘅時候，點樣取得個平衡呢？即係個 sustainable 嘅問題。冇錯啦。財訊群英會。